with the biggest name in terms of who should command the most money this offseason. That's Kyle Tucker. Kyle Tucker continues to be an underrated player. You know, he's kind of perfected that h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his goal this season is to get to the World Series and win the World Series. 作為 FA 市場最炙手可熱嘅球星 ，Kyle Tucker 嘅簽約消息從休賽期嘅第一日開始就備受矚目啦。上集我哋就介紹過喺 FA 市場上賽季 Top 1嘅外野手 Cody Bellinger 啦。咁同樣作為左打強棒嘅 Tucker， 究竟喺上賽季打出咗點樣嘅表現？而跟喺 Tucker 身後嘅其他球員又有啲乜嘢值得期待嘅內容呢？大家好，我係陪你一齊睇波嘅 Derek， 關注我了解大聯盟相關資訊，挖掘更多棒球場內外嘅趣聞故事。如果要用一個詞嚟形容 Kyle Tucker 嘅2025賽季呢，相信大起大落就最合適不過啦。上賽季新加盟小熊嘅 Tucker 作為 Cody Bellinger 嘅升級版啊，喺常規賽開局階段就展現咗自己良好嘅進攻狀態啦。截至到6月底，佢已經繳出咗17支 home run， 外加20個盜壘，接近20+20嘅表現啊！咁當時亦都被媒體紛紛報導，認為 Kyle Tucker 係25賽季國聯 MVP 嘅有力競爭者。咁對於小熊球迷嚟講咧，就好似新婚蜜月期一樣啊，一切都係如此嘅美好。不過隨住賽季推進啦，進入到7月份嘅 Tucker 狀態突然陷入低谷，尤其是7月份單月嘅打擊數據出現咗大幅嘅下降，打擊率過低，長打幾乎消失，軟弱嘅擊球令到 Tucker 嘅輸出能力大大縮水啊！7月份嘅長打率對比6月直接飆漲。起初球迷以為 Tucker 只係出現咗階段性嘅起伏啦，然而直到賽程一直進行到8月中旬 ，Tucker 嘅表現仍然未有太大好轉，球隊戰績一落千丈啦，球迷嘅不滿情緒好快就從球隊轉移到個人身上啦，甚至出現 Tucker 消極跑壘嘅時候啊，全場球迷送上咗巨大噓聲。First fair ball and Tucker is out. 事情嘅轉折點喺主場噓聲嘅幾日之後發生。ESPN 記者 Jesse Rogers 通過一篇報導揭開咗 Tucker 賽季高開低走表現嘅真相。原來 Tucker 喺6月1號對陣紅人隊嘅比賽入面，因為一次滑壘導致右手手指出現咗骨裂嘅情況啊！嗱，就係呢個鏡頭啦。咁見到滑壘之後 ，Tucker 其實已經出現咗唔係太好嘅表情。從6月初受傷到8月份被報導啦，亦即係話 Tucker 足足有2個半月嘅時間係帶傷上場作戰嘅。真相大白之後，佢喺球迷當中嘅風評亦都係瞬間反轉啊！唔少球迷對 Tucker 明知自己帶傷情況下，依然為球隊爭取分區排名、堅持上場呢件事感受到十分之 respect。除咗球迷方咧 ，Tucker 嘅經紀公司 Excel Sports 喺休賽期亦都針對呢件事啊，對外作為賣點，以此彰顯 Tucker 嘅硬漢精神同埋領導力啊！經過充分休息過後咧 ，Tucker 喺8月底終於係揾翻狀態啦。可惜9月初又因為小腿受傷再次停賽，復出之後常規賽同季後賽表現就較為平淡啦。隨住小熊喺季後賽被讓真人淘汰出局啦，屬於 Tucker 喺2025賽季亦都畫上咗個句號。最後我哋嚟回顧翻 Kyle Tucker 上賽季嘅表現啊，25賽季 Tucker 展現出令人驚嘆嘅選球眼、追打壞球率以及保送率都係處於聯盟頂尖嘅水平嘅。上半程打擊嘅爆發亦都令 Tucker 連續第4年入選全明星，並且以國聯先發外野手嘅身份出戰。成季落嚟 ，Tucker 打出嘅 WRC Plus 136，響 FA 所有外野手入邊係排名第一嘅。儘管賽季末段受到傷病困擾，數據有所回落啦 ，Tucker 仲係用場上場下表現證明自己係建隊基石級別嘅球員。預計 Tucker 新合同長度大概會喺8到11年 ，AV 3800萬左右，合同總金額大概會喺3.5到4.2億之間嘅。潛在下家啦，就有呢個多倫多藍鳥、洛杉磯道奇同埋紐約雙雄嘅大都會，仲有洋基。28歲年紀加上極其穩定嘅輸出 ，FA 第一球星嘅名號呢，相信 Kyle Tucker 亦都係當之無愧嘅啦。
登陸大聯盟嘅第8年 ，Bader 打出咗職業生涯最具進攻威脅嘅內容啊！現賽季 Bader 從雙城出發，喺明尼蘇達出賽96場，打出穩健嘅表現之後咧，交易截止日就俾費城睇中，用一頭一打2個小聯盟球員交易到陣中。加盟費城後嘅50場比賽 ，Bader 就迎嚟咗大爆發啦！打擊率超過30%， OPS 衝到.824，進攻端嘅良好表現亦都成為費城人殺入季後賽嘅關鍵。Bader 喺現賽季顯著咁提升咗自己嘅揮棒速度，棒速嘅提升直接帶動佢嘅 hard hit rate 去到生涯新高嘅40.3%。面對住快速球打出超過30%嘅打擊率，亦都屬於優秀級別嘅水平嘅。最值得一提嘅係喺超過500個打直嘅所有擊球員入邊咧，Bader 打出.359嘅 BABIP 喺全聯盟更加係僅次於法官 Aaron Judge 嘅存在啊！進攻端表現搶眼之餘啦 ，Bader 擅長外野守備能力亦都依然在線嘅，整季貢獻13點嘅 DRS， 再加上優秀層級嘅 OAA 啦，良好嘅球路判斷同出色嘅運動能力，依然可以為球隊提供金手套級別嘅外野防守。另外有讚就當然有彈啦 ，Bader 上賽季嘅保送率同三振率咧都係低於聯盟平均嘅水平嘅，更加全力嘅擊球狀態令佢錯失咗唔少選球上壘嘅機會。其次啱啱提到 Bader 打出咗.359 BABIP， 其實係遠高於佢嘅生涯平均值嘅，結合佢有所提升，但係又算唔上出色嘅擊球品質啊！呢項數據去到下賽季仲可唔可以保持呢？我哋就要打返個問號啦。賽季結束後 ，Bader 拒絕咗$1000萬嘅球員選項，選擇投身 FA 市場。預計新合同長度大概係2年 ，AV 1300萬左右，合同總金額大概會喺2400到3000萬之間嘅。潛在下家啦，就有舊金山巨人、克里夫人守護者、洛杉磯天使同埋堪薩斯皇家嘅。憑借現賽季呢份漂亮成績單，再加上今年 FA 市場外野稀缺嘅右打屬性，相信 Bader 都可以為自己爭取到一份滿意嘅合同。迎面向我哋走嚟嘅係第2位身穿黑白條紋制服嘅洋基佳麗啊！冇錯啦，繼 Bellinger 之後咧 ，Grisham 上賽季喺洋基亦都打出咗亮眼，甚至超乎大家想象嘅表現嘅喎。咁從19年登陸大聯盟以嚟 ，Grisham 嘅定位一直係一名防守型嘅球員嘅。生涯單季最高嘅全壘打數係喺22年喺教士打出嘅17支。而上賽季 Grisham 直接將佢嘅生涯紀錄嚟咗超級加倍啊！整季敲出34支嘅全壘打 ，OPS .812，相比過去幾個賽季6字頭 OPS 都有大幅度嘅提升嘅。另外喺本壘板紀律方面咧 ，Grisham 都保持咗良好選球習慣，保送率同壞球追打率都處於聯盟前5%嘅位置啊！除此之外 ，Grisham 更加係展現出自己極強嘅大心臟屬性啊！據數據統計咧，上賽季佢喺 high leverage 高槓桿局面下打出咗令人震驚嘅表現。截止到9月初，佢喺高壓情況下嘅 OPS 曾經一度領跑全聯盟。成季落嚟高槓桿局面情況下嘅 WRC Plus 去到十分誇張嘅238，多次喺比賽後段貢獻關鍵嘅安打，幫助球隊獲勝。不過作為曾經嘅金手套得主，上賽季 Grisham 嘅防守指標就唔算太過於理想啦。OAA 同埋 FRV 都係負值嘅。有分析認為 Grisham 可能係為咗提高長打表現而增重，導致手臂範圍以及運動能力係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其次，雖然 Grisham 常規賽表現神勇啦，但係去到季後賽就未能夠延續自己火熱嘅手感啦。季後賽打擊率只有慘淡嘅.138，對陣藍鳥嘅系列賽入邊19個打直只敲出咗2支安打。雖然喺季後賽隱身啦，洋基最終亦都係被淘汰出局嘅，但係考慮到 Grisham 常規賽優秀表現，休賽期洋基就為佢第一時間送上咗 QO， 而隨後接受呢份價值$2200萬1年合同留隊嘅 Grisham 呢，
新賽季就會繼續着上洋基球衣，作為球隊主力中外野登場比賽啦。咁今期視頻我哋就重點介紹咗 FA 市場第2到4名嘅外野手，其餘未被榜單提及嘅球員上賽季貢獻值以及最新嘅簽約情況呢，就同大家簡單咁過一過啦。各位心中最佳外野手係邊個？下期視頻又想了解邊個位置嘅球員回顧呢？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答案啊！咁最後要提到今個星期最值得大家關心嘅球員或者新聞，應該就係川神啊，川上中龍嘅簽約消息啦。喺紐約時間11月8號正式入札嘅川上中龍呢，簽約截止限期就係12月22號。如果截止日之前未能同任何球隊達成簽約呢，川神就要翻返去日職繼續打波噶啦。咁作為今年最具話題性嘅海外球員啊，究竟邊支球隊可以奪得川神？而另外幾位入札球員過去喺日職又打出咗點樣嘅表現呢？下期節目我再同大家逐一介紹。我係陪你一齊睇波嘅 Derek， 關注我了解更多棒球相關資訊。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